国民党、民众党今早起经过2点外钟的协商，由前总统马英九做见证。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、党主席朱立伦，也有民众党总统参选人郭文哲达成6项协议。由马英九、国民党、民众党拢推荐民调专家评估这77到17各界民调结果，而且也甲双方内部民调列入来。另外，双方是拢同意，若超过统计误差，由赢的人摕1点；若伫咧统计误差范围内，由后挂配摕1点。18会公布民调结果。4个人个手搭咧做伙翕相，写台湾政党合作的历史心页。香港则是上尾的南北合协商15开始。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、国民党党主席朱立伦、民众党总统参选人郭文哲做伙参加。伫前总统马英九的见证之下，经过2点外钟的协商是得到共识，决定用全民调决胜负选出正副总统候选人。朱立伦讲，这摆若第3波民主，会对联合竞选到未来组成联合政府。大家放下个人。在政党的合作下往前迈进，完成第3波的民主改革。联合政府如何组织、如何运作，这个当然都是一个尝试。那我也希望说，在马前总统的见证之下，可以让我们台湾的历史往前进。至于结果怎么样，还要靠大家一起努力。我相信我们为台湾的政治史上缔造了一个新的纪录。那要合适达成6项协议，马英九、国民党和民众党拢推荐民调统计专家评估77到17各界民调的结果，放入国民2党内部参考民调。双方同意讲，若超过统计误差，赢会得1点；若伫咧统计误差的范围内，都是后挂配得1点。18马英九基金会公布结果，2党会做伙组成竞选委员会全力辅选，嘛承诺成立联合政府。除了国防外交2项是总统决定，其他照各党派立委协助分配。民众党管监督制衡，国民党管建设发展。侯友宜嘛针对国民党退让无国坚持政党比例民调做出回应。我们都希望大家释出善意，一起面对政党合作，让政党合作能够符合人民的期待。郭文哲下晡和学生对谈，地球对外和气氛是真热，重点放伫计心、找无头路和关处计。讲到确定南北合，郭文哲讲，投下国民党就是更较切民进党。请假吗？先问你有没有投票权？我的支持群众都是没有投票权的，学生啦、外劳啦。针对青年的权益，郭文哲认为讲18岁公民权无过关是人性上恶质的一面，同款要拍拼鼓吹18岁到20岁的人来支持18岁就有公民权，但因满20岁的时阵，就会当透过投票来做出改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